今次呢個嘅活動呢，其實係好彰顯到我哋明愛教育嘅內涵。我哋好想透過由幼稚園啦、幼兒學校開始嘅教育咧，培養同學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今次最大嘅特色咧，就係透過我哋嘅大自然，透過我哋身邊嘅環境，培養我哋同學6個美德嘅內涵。同學咧，透過去做一啲手工藝作品啦、創作啦，除咗發揮佢嗰個創意之外咧，第一，佢哋體驗到大自然之美。第二，體驗到大自然裏邊咧係有一啲應該學習嘅美德，例如有小朋友同我講話原來咧小蜜蜂都有團隊精神嘅噃咁樣，咁所以喺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咧係非常之成功，亦都好多謝學校啦、校長啦、老師啦，尤其是係家長嘅投入啦，同埋喺呢方面嗰個嘅貢獻。今次咧舉辦呢個聯校親子藝術日咧，其實嘅主要嘅目的咧係讓到家長體驗一下日常嘅學習點樣提升咗佢小朋友嘅品格優勢嘅，亦都希望咧公眾人士都了解得到小朋友喺個學習黃金階段點樣從小透過日常嘅經驗啦，讓到小朋友可以體會得到呢一樣品格嘅。我哋11間嘅學校咧，其實佢哋透過大自然呢個嘅媒介，扣連嗰個品格，讓到小朋友一齊去學習。我哋用咗同愛同埋同遊呢個意思，就係希望話俾大家聽，其實小朋友中意嘅嘢，同佢愛嘅嘢，同佢嘅大自然點樣去扣連，點樣從愛當中遊歷呢個成個世界，呢個成個大自然。明愛學前教育同埋輔幼服務咧，其實一直咧都好重視小朋友嘅全人嘅發展嘅。咁我哋近年都係強調緊宗教道德及品格教育嘅課程啦，希望小朋友係透過佢嘅學習體驗啦，老師嘅設計嘅課程裏面咧，提升佢哋嘅品格教育嘅。其實第一樣嘢咧就好感謝我哋啲小朋友先。因為冇小朋友嘅創作，冇小朋友嗰個嘅參與呢，其實我哋係唔能夠做到任何嘅一個展出。亦都好開心呢，就係背後好多嘅家長嘅支持啦。因為家長永遠都係小朋友終身嘅老師，咁嘅家長俾到信心佢哋啦，俾緊一啲嘅所謂嘅鼓勵佢哋啦，咁都係好重要。我亦都好感恩，就係11間學校嘅教育團隊齊心合力，俾到小朋友一個嘅希望啦。今次嘅展覽呢，係透過大自然嘅體驗同埋探索，將我哋6個嘅美德啦、18個嘅品格，育養到小朋友，等佢咧可以成長。我哋都信任我哋嘅老師咧，能夠透過佢哋嘅身教、言教、行為咧，作為小朋友嘅模範。呢2個星期咧就留咗喺學校嗰度幫手做義工啦。我見到我媽咪做咗隻牛同埋蜘蛛人，跟住做埋隻貓。我覺得整體做得好好，即係對於一個聯校嘅活動咧，嗰個合作性同埋嗰個籌備咧係好龐大，老師啦、家長啦同埋小朋友咧都付出咗唔少嘅時間同心血一齊去準備當中嘅作品啦，同埋籌備嘅過程嘅，小朋友都學到唔少嘅嘢啦。